亚当的后代记伫下面，当上帝造人的日子是照着家己样式做的，并且造男造女，伫因被造的日子，上帝赐福予因，称因为人。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后生，形象样式甲家己相共，就甲伊号名叫赛特。亚当生赛特了后，搁伫世上800年，并且生后生养儿女。亚当共活930岁就死去啊。赛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诺斯。赛特生以诺斯了后，搁活了807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以诺斯活到90岁，生了该男。以诺斯生该男了后，搁活了81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斯共活了905岁就死了。该男活到70岁，生了马勒勒。该男生马勒勒了后，搁活了84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该男共活了910岁就死了。马勒勒活到65岁，生了雅勒。马勒勒生雅勒了后，搁活了83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勒勒共活了895岁就死了。雅勒活到162岁，生了以诺。雅勒生以诺了后，搁活了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雅勒共活了962岁就死了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了马土撒拉了后，甲上帝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甲上帝同行，上帝甲伊提去，伊就无伫世上了。马土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麦。马土撒拉生拉麦了后，搁活了782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马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。拉麦活到182岁，生了一个后生，甲伊号名叫挪亚，讲这个后生必为阮的操作甲手中的劳苦安慰阮。这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了地。拉麦生挪亚了后，搁活了595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。挪亚500岁，生了闪、含、雅弗。